议员罗坤福针对台南要安怎甲少年人留落来向市府讨论，议员呼吁市府应该做出相对的具体行动，毋是用嘴讲讲的，才有法度真正有防台南的少年人来白嫖。同时建议市长会用以市长的身份来甲台南的大型企业讨论，要安怎增加台南少年人伫遮有好的就业机会。以后的主力家庭嘛，拢是伫咱台南市，这未来是对台南市有正面的嘛。而且恁要选市长的时阵，包括有真侪民意代表啦，拢讲不想要我们年轻人北漂。我要请问你啊，有什么方法能够留住我们台南市的这些年轻学子啊？增加投资，创造就业机会。说我们才增加保障就业机会你要做动作嘛。咱台南市这的企业，像龙丰啦、桂盟啦、一载辉这的企业，这拢是这会使傲视全球的呢。你要安怎引进啊？是不是？你爱用你市长的身份去甲这的企业主该拜托一下。你要用什么动作？你上届无你嘛？有什么计划？因为咱台南市没有青年部嘛。报告议员，是不是经发局这边跟您报告一下？简短跟您报告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每一年跟劳工局都有那个所谓的就业博览会的部分。然后今年我们特别从去年到今年经发局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都有所谓的跟11人力银行进行那个线上的部分。那媒合的企业，包括在南科这边的企业之外，也包含跟我们义载会的这些公司们那有做这部分的一个整合啦。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更扩大一些，请议员再多给我们一些指导，谢谢。另外，议员针对振兴券的议题来向市府反映，希望会用把民间的声音传转去中央。顶一摆467亿的振兴券，其中干那行政成本就22.6亿，这个方式除了浪费资源，嘛互民众真无方便。议员呼吁中央应该直接发现金给人民，才袂浪费资源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咱就开始让上下其手啊。